南投名江乡是国内生产青岛茶叶的乡镇，国内的饮料茶由北上如黑对嘅落叶，也把个问题茶饮料风暴，名江也遭茶企也受到影响。因正产量大，名江单单如系用机器来检查。因正台湾的天时过热过湿，各位有平从海豚插草，茶叶如果沙发好农药，也使得古岛一个产量同品质。为做到保障国产茶的安全，中央政府爱茶过好追踪。南投县政府也要制定茶行管理自治条例，对源头来管稀释。寒天时候，茶农都当无限，茶园都方有2个工人拿检查机，然后卡落为茶树拍检测，何必参考新术？南投县名江乡是全台湾茶米产量前台的乡镇，见到为摘茶的时期，乃就可能到有年底的摘茶做茶。四季春、乌龙、翠玉，我们都有种。我种植的面积大约3公顷左右。今天我们就是把它做一般的商用茶。商用茶就看客户的需要了，客户需要我们帮他做什么呢，就帮他做什么。今天这个是做一般的乌龙茶，所以我们还要日光萎凋，还要搅拌，还要发酵。茶米是名江一等重要的经济作物，全乡种茶面积有2000公顷客家，一年生产得到8万吨的茶米。国内饮料用到的茶米，做得讲就是伫亚最稀的。也代表出茶叶的问题，唔是讲要影响嘅名间的茶米收入。中柏林一个地方属于茶专区吼，如果大量生产，品质啦，啊，算讲价钱是属于个低价位，或者会适合在夏季的时间来做这个饮料茶。所以人讲哎，应该会讲，而且他讲来买茶营养会过大，也个毒茶风暴。影响全面性，包括今年安尼落去茶，对买茶人哦，所以买茶人产生疑虑，他个生意都没讲过好做了哈。名间从8良地区以南嘅就是茶园，是大合拍的茶区。因正摘茶做茶，也做得讲调稻米都是用机器的，故作生产成本便宜价1度。韩国种的各种的茶种品质有问题，故作也搭配做茶米生意的人众多，也搭配面是全台湾前台的茶米批发13中心。茶农里头的大量生产，就会意思协约的来维持品质同产量。草就除草，有虫就喷，有虫害就喷病虫害的药，那是当然的。我们要看那个茶园的状况去做管理，适当的用药会提升我们的品质啦。茶树也会长得漂亮一点，你病虫害少的话，茶树就壮了。所以适当的用药是鼓励的。你讲用药的一定都保证伊个产能会多点嘛，因为虫害少嘛，伊只茶树都健康嘛，有健康的茶树，有食品用药又得当。也产能绝对是翻倍的那个收益嘛哦。在一个经济生产规模的作物来讲，它基本上用药是正常的，因为它需要维持正常的产量，所以在这种产量跟安全的一个平衡之下，那我们就选择用安全的方法来施药，这是必要的。那说比较现实一点，就是有点必要之恶，没办法，因为我为了要有产量。因此，伫台湾茶树推荐用药，它有入120万种。茶农会照茶园的品种开抢农药行开药的，照质量来写。代表茶米青岛要写300药的，韩国人数足的涨价。係講用照上來做，一般來講，茶米就唔會有乜嘅農藥殘留超過標準的問題。我們台灣目前茶葉的推薦用藥大概111種。那這個部分，為什麼要那麼多種？就是說，其實我們同一種病害或蟲害，它是同時需要有很多種藥讓你使用，因為病或蟲它是會有抗藥性。那假如說我這種藥的種類太少的話，那
农民在使用的时候就会因为抗药性，那就没有有效的防治。它绝大部分称为这个接触性的这个农药，那喷了以后，大概使用安全期限大概是在2个礼拜左右。它使用以后2个礼拜采收，那么大概会长3片叶子左右。那我们采收都是采1心2叶到1心3叶，所以其实台湾的茶叶这个真正测到明显农药残留的比例并不是很高。不过，黑讲茶园附近呢有种配种的农作物，这就难讲了。台湾的土地非常狭小，然后农业的那个种植密度非常高，再来就是整个种植的农作物种类非常多样化。那不同的作物相邻种植，密度又高，那不同的作物的用药不一样，因为病虫害不一样，那就会有相邻作物，但是用药不同，那各有各的用药，就会有林源污染的问题。下一步的茶叶风暴，连带影响的关于的茶农，茶米爱送去检验的比例加重多，也下农民希望经过检验来确保台湾茶米的安全同信用。那消费者还有一些茶商，他们在购买的时候，就会希望说他买到的茶叶能够符合安全。那基本上，在这个部分，他就会要求农民或生产者能够提供茶叶的农药检测的一些报告。那这个部分就因为这些事件之后，那检验的比例增加了。只不过，一般同下度就会4,500元的农药检测费，而农民到品质茶都会经验，实在很难唔好。为什么负担得起？如果我们这里小农那么多，如果他1分地捡个500-600斤，500-600斤，按你送验花了4-5千块，这样算起来，他1斤的成本就是多少钱了？他卖的茶青就收一收又不够付那个检验的费用。我们会跟这一些区域的检测中心去谈，那我们把原来可能要4500检验1件的这个药检的费用，因为整体这样子去专案去跟区检中心谈，它可能降到2500，那我们再补助1000，那这样农民的话诱因就比较高，因为他自己要出的只剩下1500。出题直通送验，只有农粮署去查关于嘅茶米，合格率係超過90%。可能村農民各其他嘅自主管理都有做到。好在未建議應該啲源頭就係建立完整嘅系統來保障農民。我還是建議政府能夠更有效地做好這個產品的這個追溯系統啊。那麼我們在良好的產品追溯系統之下，就比較容易去追蹤檢控這個產品的來源跟它的這個使用的歷史的概況。製茶廠這邊呢，能夠來有自主的一個登錄的系統，就是它進了什麼茶青，它怎麼樣並堆，或者是它怎麼樣去銷，都能夠有一些批次的記錄。那再進一步呢，就是他們可以自己呢留樣，如果我們抽驗到有問題，我們就可以追溯回來說到底是哪一個環節出的問題。一貫看待，就會希望潛在民眾對台灣茶信心。喺28嘅危機當中，用有機來種茶嘅農民，點都行較有誠意。這個正是對有機農業是算真有較好嘅迄個就種消費者知影講，所有嘅農作物內底都是有農藥殘留，所以伊會想要來食有機，所以有機慢慢有咧成長。土骹你也甲老草，互伊所有嘅系統有法度帶遐，可以產生一個熟練。看下過去種不同嘅有機生態茶葉，乃就從濃嘅，一般人分唔出乃係茶樹，乃係草味。啲民間也安排嘅茶產區，種不同用有機來種10多年呢，只不過用有機種出來嘅產量，就像係一般傳統嘅1/10。假使要比一般的茶米貴3倍，像種茶當然攏是。不過也一部嘅茶葉風泡，種不同也有機茶賣價上升。這個單價方面就愛較懸一點吼，阮才有法度生存，佫繼續行這個有機
你若比方若要照惯性迄种价位，所以有机人就无法度去有继续搁行这个有机的路线了，所以无迄个金钱来支援的时候，你就无法度行出有机的这条路线。泡出的营养茶在冬青，唔但将看起来金黄，比起来香味一层又一层，食到度的嘴面有动感，又配加下的荷兰米，是东档乌龙茶特色。东档乌龙茶主要是伫南投六国出产的，唔但将人工是台湾茶当中的产品。当然，这种茶贵是贵，大家上赞爱，唔是说会卖到哪去，不过今年就多么通用的。对一个东西有存疑的话，你的购买欲望就会降低嘛，这是相对的啊。所以其实这一波我们是生产的嘛，包括我们自己也有感觉，然后我们批发出去卖给外面的茶行，他们也是有感觉说，然后整个风暴下来的话，对我们整个市场的影响是真的很大，非常大，那是很大家都有感受到了，就是现在消费者他的购买意愿是非常低啦，整个风暴下来以后，跟我们去年同期来讲是差很多啦。9年前，如果东档乌龙茶得到为产地证明标头，大部分内来证明产品可是系对六国出产的，民众才唔会死太切买到假货。产地标章这个部分其实就是有点像我们国外的这个地理标章这样子的概念，所以我们现在呢，署里面推动了全国有13个地方，我们都有产地标章，比如说阿里山高山茶啦，苗栗的东方美人茶啦，然后鹿谷的那个南投鹿谷的乌龙茶，就是文山包种茶，就是这种都是很有名的，有产地标章的。现在产地标头限制动多，唔係大家農民都生產嘅得，故所效用產銷履歷的制度，茶米將會有身份證，將查到係哪個嘢。我们会把这个 QR code 导入进来，那有生产标章的这个有产地标章的这些茶叶的话，就可以知道说它就像有一个身份证的人，谁生产的是知道的。除咗中央我有注重我有做法，認證國內嘅茶米62%都係對南投來嘅，故所南投縣政府我指定南投茶米管理自治條例對南投管理事。我們可能會朝向就是在訂定一個有關南投縣茶葉的安全管理的一個自治條例或者是辦法，那能夠希望就是落實從茶農跟茶廠。它在整個過程裡面，逐批包括就有茶農、茶廠這邊在做製茶的過程裡面，甚至它能夠去落實所謂的一個茶青的一個留存，以利就是說後續我們要去追說這個茶葉它的來源是從哪一個茶農進來的，那這個部分才能夠去輔導說茶農他在茶園的管理栽培方面，它的這些方法到底有哪方面要去做改正。除咗加強源頭管理、先頭安全用藥、農藥紅鴉片沒有確實做到，農民以買藥嘅價格嘅證明之途。環檢局在去年12月24號開始呢，他們已經修改了農藥管理法，就是針對農藥商賣給農民呢，必須要開這個購藥的。賣這個農藥要有購買的證明，那有這個購買證明的話，他們就可以去追查說，那如果說他賣的是違規的藥，不是推薦用的藥給農民的話，我們就可以去追蹤，給他依農藥管理法來處罰，大概處罰1萬5到15萬的這樣子的一個裁罰的罰款。整個茶葉的農藥檢測或者是其他作物的農藥檢測，它是比較屬於就是最末端的監控。它不能拿來當生產時的一個品質的監控，因為我們要做的是源頭管理，因為農藥檢測它需要花很長的時間，緩不濟急，那只能做監督用、檢核用。茶葉問題一項一項變，有問題嘅唔單淨係進口茶米。是講也下出問題嘅東西很多，各方都講會對源頭管理時有關係到幾多呢？呢度會保護自家，還個加強對政府嘅監督，
消费者没有穷下来把关，除太我要求政府自家没有买清楚，16度的东西是哪来的，怎唔会见识到有毒的东西。